大家好，我係蔣曉薇老師。我係黃嘉慧老師。咦，我哋今日喺度想同同學分享啲咩啊？今日係星期一，我諗都係分享宗教啦。係，咁我哋準備咗啲咩同同學分享啊？都幾豐富嘅，我諗到係啦。咁嗱，之前咧我哋咧嘅宗教分享啦，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由一個金句入手啦。咁我聽金句啦，我就即係都背咗唔少噶啦。但係金句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好似好抽象，係咪真係好貼實個生活咧？我自己領略低啦，我未領略到喎。咁我希望咧可以今次會唔會有啲實質嘅嘢俾我感受到神咧？咁所以我哋咧今次就從兩個角度出發啦。第一咧 ，Miss Wong 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喺建築物裏面點樣見到上帝嘅形象。咁我咧就喺文學作品裏面點樣見到上帝嘅偉大。咁講到教堂咧，同學仔可能就係諗到十字架啦，同埋一啲好高嘅建築物啦。咁咧其實起一個教堂咧，真係要用好多年嘅時間，同埋用好多嘅財力㗎喎。咁其實起一個教堂係咪就係為咗靚咯，俾人參觀咯，同埋做一個地標咁樣㗎？係咯，好多時去旅遊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就係旅遊景點啦。咁但係我相信唔係嘅。咁教堂咧其實係啲人咧有個名稱俾佢嘅，就叫做凝固的神學。其實教堂咧就係一個基督嘅聖殿嘅空間啦。咁佢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咧就係俾教徒啦一個聚會嘅地方，去感受到上帝嘅愛啦。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咧教堂入邊嘅光咧就係象徵緊我哋敬拜嘅神啦。係，所以咧聖經都係話神就是光。係。咁所以建築物就係呈現神嘅形象嘅一個方法，係咪啊？係可以咁講嘅，但係咧最早期啦，尤其是喺公元1至3世紀嘅時期啦，咁因為羅馬帝國咧就迫害啲基督徒，咁變咗咧佢哋係唔可以喺一個好明目張膽嘅地方嗰度聚會，咁佢哋就會喺一啲好隱蔽嘅地方啦，例如山窿啦、地洞啦，甚至一啲地牢嗰度聚會啦。咁所以當時咧呢個咧都係一個聖徒聚會嘅地方，我哋都會叫教堂嘅，但係個氣氛就同而家嘅真係今非即係唔同啦，完全係都可以諗到咧。原來喺公元1到3世紀咧，信耶穌真係要付好大嘅代價，即係你唔可以話自己係明目張膽話係基督徒啦，因為你會俾人追殺啦。而你即係返教會嘅時候、返聚會嘅時候，原來要喺地洞匿埋，即係嗰個氣氛都好壓抑、好陰沉㗎喎。係啊，即係會都幾抑鬱啦。其實諗起佢哋個狀況都咁，幸好咧後期咧就基督徒咧就可以得到解放啦。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咧就由黑暗嘅聚會嘅地方啦，就走向光明啦。咁教堂咧就可以真係公開咁樣樣咧喺個建築物入邊咧，用完全唔同嘅風格嗰度顯示啦。咁到咗咧中世紀嘅時期咧，就開始有哥德式建築嘅教堂啦。哥德式建築咧我都聽過喎。咁我好中意一個國家咧係叫捷克嘅。咁我去過啦，Miss Wong 你都去過啦。係啊。咁咧呢張相咧就係另一位老師送俾我嘅。呢張明信片咧就係嚴漢欽老師影咗喺布拉格一個教堂寫咗首詩咁樣送俾我啦。咁係咪呢個就係哥德式建築啊？即係有啲好尖嘅高塔，然後下面咧就有好多玻璃同埋尖拱嘅一個建築物，就係哥德式。係啊，哇！你呢張明信片，嚴漢欽老師都影得好靚喎。係啊，呢個教堂係捷克入邊咧係最出名嘅一個地標嚟嘅。不過頭先咧，除咗 Miss 蔣講嗰啲之外咧，哥德式建築咧仲用咗咧一個叫做飛扶壁嘅設計。咁樣咧呢個嘅結構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將牆壁嘅重量啦卸走，而令到牆壁咧可以變成咧一個巨大嘅玻璃窗。咁所以咧就好多嘅窗都會喺哥德式建築入邊咧顯示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大家去到教堂嘅時候咧，好多遊客都係影嗰啲光穿過嗰啲彩色嘅玻璃窗折射落嚟嗰啲光影，同埋喺嗰度打卡，我都見到係好多呢啲情景。係啊，好特別嘅。其實係你喺出邊望入去咧，你唔會覺得靚嘅喎。但係你喺入邊望翻出嚟咧，透過嗰種光咧，你會見到嗰種神嘅偉大喺入邊嘅。咁所以咧，當時咧有一個嘅叫做蘇傑院長啦，佢就認為咧物質嘅美咧係可以引導咧靈魂進入真理，亦都因為咁樣樣咧，所以啲教堂咧會越起越靚啦咁樣。咁而咧嗰個
玻璃透出嚟嗰個嘅光彩咧，亦都叫做咧光嘅神學。咁就係希望咧人咧可以感受到上帝個榮耀。咁我明啦，即係設計師咧就係利用自然光去表達咗上帝嘅本質。冇錯啊，Miss 想咁呢個咧，亦都係呢個派別好特別嘅地方啦。不過咧，又有另一個派別喎，咁就係咧聖伯爾納鐸啊。咁佢就覺得咧，我用色彩去感受上帝咧，其實會干擾咗我喎。咁於是咧，佢就主張咧用樸素啦、好純粹嘅自然光啦，去尋求上帝。咁即係話啦，其實有一派就覺得你要用彩繪玻璃咧去呈現上帝，另一派咧就覺得要純光去呈現上帝嘅本質。咁其實聽起上嚟兩邊都有道理嘅。係。咁令我諗起咧，台灣嘅東海大學裏面咧有一個咧叫路思義教堂。咁佢個外形咧就係一個祈禱嘅手啦。咁亦都好似咧帳幕咁樣啦，因為神嘅帳幕喺人間。咁即係呢個設計咧可以勾起我哋好多聯想啦，既有現代性，亦都有靈性，亦都有聯想嘅部分。係啊，Miss 想你講緊教堂咧，其實係我哋香港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建築師啦，貝聿銘先生咧所設計嘅。所以咧，無論喺古代啦或者現代啦，建築師咧其實好努力咁樣用緊空間啦同埋光影咧去呈現咧人類對上帝嘅景仰嘅。Miss 想啊，聽聞咧有西有本小説咧，你好中意喎，而呢本小説咧亦都可以呈現到咧上帝喺入邊喎。係咁咧，呢本小説就好想同大家介紹啊，咁就係叫欽天監。咁欽天監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個官職名嚟嘅，即係話今日我哋嘅天文署啊、天文台啊咁樣嘅。咁裡面嗰啲欽天監嗰啲官員咧，就係研究天文啦、歷法啦、地理啊各樣嘅科學嘅知識。咁咧呢本作品咧係香港一個文學大家啦，叫西啦嘅寫嘅長篇小説。佢好犀利，佢係79歲嘅時候咧，即係喺晚年嘅時候咧，用咗5年時間去完成呢個長篇小説嘅。咁啊，即係話啦，咁佢寫完之後都84歲。咁裏面最感動我嘅咧，就係佢記載咗喺清初康熙一朝咧，好多傳教士咧，佢哋嚟到中國咧去傳教。咁佢哋咧嚟咗傳教之後咧，就終身都冇翻去自己嘅國家，佢就一直喺中國嗰度生活。咁佢就留喺中國嗰度就讀四書五經啦，學中文啦，學中國人嘅語言啦，然後咧就將自己一生咧就奉獻俾上帝。好偉大啊！你講嗰班傳教士咧，係咪利瑪竇嗰班啊？係啦，咁咧其中咧小説裡面寫到一個傳教士咧，就係意大利嘅傳教士叫利瑪竇嘅。咁佢嚟到嘅時候，唔單止傳教啦，仲將幾何學同埋世界地圖咧帶到嚟中國喎。咁咧佢亦都有個美稱嘅，叫泰西儒士。咁你叫得儒士，即係話佢真係熟讀四書五經，學識好淵博，好尊崇儒家嘅文化。咁所以咧，康熙咧都係非常之即係信佢噶。咁啊，讓佢喺即係讓佢留喺清呢個地方咧，甚至係入咗紫禁城嗰度咧，教呢班欽天監咧天文地理嘅學識嘅。咁其中一樣嘢咧，係令到康熙係開咗個好大嘅眼界，就係佢帶咗世界地圖俾康熙睇。咁康熙先至發現咧，原來中國唔係地球嘅中央喎，因為我哋叫咗中國就以為地球嘅中心、國家嘅中心就係中間嗰個就叫中國啦。咁咧呢個傳教士就話俾康熙聽啦，其實咧地球係一個圓嘅。咁所以所謂嘅中心係乜嘢咧？就係睇你點樣去定標啦。如果你定喺東邊，你將個中心擺喺東邊，咁東邊咪中心咯。如果你將嗰個中心擺喺南邊，咁南邊咪中心咯。西邊咁咪西邊係中心咯。所以其實地球圓嘅時候，我哋就要放低我哋嘅自大，唔好覺得自己係唯一，覺得自己係世界嘅中心。咁呢樣嘢都令到康熙學識謙卑，亦都睇到原來即係世界嘅面貌咧，就唔係淨係得中國嘅。哇！好彩咧，康熙佢心胸廣闊咋。好咁，另外咧，除咗利瑪竇啦，帶咗一個世界地圖之外啦，咁應該仲有一個傳教士都好出名嘅，叫做南懷仁。係啦，咁咧南懷仁咧其實就係康熙皇帝嘅科學老師嚟嘅。咁你聽到原來康熙都要讀書，都有科學老師嘅喎。咁啊，南懷仁都係非常之博學通才啦，識天文啦、數學啦、歷法啦，甚至係大炮咧，
都係南華人咧去設計嘅，因為以前可能即係我諗喺清朝嘅時候，都係用緊槍啊、矛啊等等啦。咁第一門大炮咧就係南華人設計㗎啦。咁佢當時咧都發明咗好多儀器㗎，例如咧用鹿嘅筋咧去做呢一個空氣濕度嘅研究啊。咁如果即係鹿嘅筋佢係即係伸縮嘅時候咧，就可以驗測到咧嗰個濕度嘅即係濕度嘅情況啦。咁亦都令到咧中國嘅氣象咧由目測去到有儀器去測試濕度嘅年代啦。哇！其實班傳教士真係好犀利喎，我仲以為傳教士淨係識講耶穌添。而唔單止啊，佢哋嚟到中國咧，其實隨時會冇命㗎。咁咧有一個非常之驚險嘅故事咧，就叫做康熙歷獄啊！大家可以聽下啦咁樣。咁咧喺即係清嘅時候咧，一個漢人嘅官員啦，叫楊光先。咁佢就話：喂，呢班傳教士嘅歷法咧嚟到中國咧傳教咧，帶埋啲歷法啊科學嚟到，簡直係妖言惑眾啊，欺騙咗即係康熙皇帝啦，搞到康熙皇帝咁信佢，咁我就寧願咧中國冇好嘅歷法，都唔可以有中國有西洋人嘅存在。咁咧，然後啦，呢一個康熙歷法嘅爭拗之後咧，令到呢有兩位傳教士啦，第一位係湯若望，第二係南懷仁咧，都一度被打入天牢，甚至面臨死刑添。咁最後佢哋嘅結果點啊？最後梗係要驗證究竟係中國歷法係貼近真實定係西洋歷法貼近真實啦。咁當時咧，康熙就下令啦，就喺午門裏面咧做一場驗證。呢場驗證咧就叫日影之爭。咁就係話啦，如果係西方傳教士測量日影嘅長度準確嘅話，咁即係話南懷仁同埋湯若望就係無罪，咁應該釋放啦。咁如果係即係楊光先測嘅歷法，中國歷法最準確嘅話，咁西洋人帶咗啲錯嘅道理知識嚟我哋國家，咁佢就應該受死啦咁樣。咁當時測驗之後咧，就發現啦，南懷仁咧用西洋科學測出嚟嘅結果咧，個日光嘅長度係分毫不差嘅，而楊光先嗰個咧就測錯咗少少啦。咁所以咧最後就係事實勝於雄辯，真理就勝出咗啦。咁而呢兩位傳教士咧就放翻出嚟，亦都繼續喺清朝嘅時候咧幫手去教欽天監啦，亦都有幫手去畫地圖嘅。哇！成個故事咧聽落去好似日本啲動漫咁樣樣，好精彩喎！相信喺當時咧都引起一番嘅轟動嘅，一定冇錯。我哋今日咧分宗教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同學咧可以喺生活裏面多啲觀察啦。無論係喺教堂裏面嘅建築啦，定係我哋喺科學堂裏面嘅學習咧，裏面都見到上帝嘅真實。拜拜。咁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拜拜。